咁邱善廷就24秒29。咁邱善廷亦都係我哋香港 U20嘅紀錄保持者。咁佢喺香港田徑錦標賽3個禮拜之前呢，就創造出呢個香港 U20紀錄24秒15啊！好啦，咁而家出場啦，見到佢。跟住第4線有越南嘅黎士草，咁初賽就跑24秒63嘅，咁都係慢過兩位香港選手，相信應該都有得追噶啦一陣間。咁第5線就係印度嘅阿爾提啊。第6線有斯里蘭卡嘅希路帕馬，初賽成績24秒09。跟住第7線呢，有國家隊嘅周正林啊，咁佢初賽啊咁多個之中最快噶啦，23秒70。跟住第8線有斯里蘭卡嘅佩雷拉啊，咁佢同中國嘅周正林呢係兩個入到24秒嘅選手。咁就有2位印度選手、2位斯里蘭卡選手、2位香港選手、1位中國選手同埋1位越南嘅選手啊！留意7、8號線道，應該都相當接近㗎啦。好，起跑順利，見到哇周真林後面嘅希路帕馬咧追緊上去啊！咁已經差唔多追到同周真林平排㗎啦。咁而家出面4位選手平排，咁而入邊嘅希路帕馬咧第一個出彎啊！咁後面周真林追翻上去，邱善廷亦都喺內線追緊上去啦。咁而家周真林攞翻個領先嘅位置啊！咁希路帕馬同埋入邊嘅阿爾提追緊上去，5個好近啊！平排應該係周正林啱啱好壓線攞到個金牌啊，24秒07，咁風速就係-1.4。哇，-1.4啊！真係誇張。咁頭先見到啦，起跑啦，中國嘅周真林呢就有少少笠笠地啊，比後面嘅希路帕馬追得好近，咋一聲就追咗上去喎。係啦，咁佢出彎嘅時候呢，就提速追翻上去嘅啫，咁佢就唔係第一個出彎嘅，咁可以見到咧入邊邱善廷斯里蘭卡第一啊，24秒07啊。同時間喎，周真林兩個都係24秒07，哇！真係好近啊，可能計千分秒輸咗啦。係，因為我哋有個叫千分秒嘅睇相睇落去嘅。第3個就係印度嘅選手啊，阿爾提24秒12。咁見到你頭先呢，真係5位選手平排衝線咁滯啊！都係印度啊，第4 24秒13。家睇下力溝係第5定第6先。睇落去已經係第6啦。近到個電眼都要慢慢睇翻個千分秒先得。係啊，第6啊。咁斯里蘭卡選手就24秒15啊，見到佢係頭5啦，都係0.1秒之內，係相當接近啦。慢咗少少。24秒36就突破唔到自己嘅成績，但係負1.4米。